今天呢是一期粤语猜词挑战啊，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全程交流啊，只能用粤语。哎呀哎呀，然后我们两个都是纯正的湖南人，挨在广东旁边啊，对于粤语可以说是略懂一二。哎呀哎呀，兩個字啊，兩個字啊，你好啊，給我下一條啊，你個過啊，做幾兄弟，做去幾個動作啊，你個動作啊高肩，針對啊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，後面係後面係什麼？後面係強，被動啊，對啊，我是女的，你也是女的，女的，啊，你是女的，我也是女的，我叫你叫什麼？姐妹啊，另外一個閨蜜，不是，形容我誇獎你的漂亮，美女啊，不是，那我不太熟這個，但是我差不多知道怎麼而已。有一顆假血，前面是這兩個字。假血是什麼啊？什麼大血？哦，大血，有個大血，就這個。姊妹啊！哎呀！無為契約，你在講我啦！好為係有問題，你聽得懂咩？無為契約，無為契約，觀眾朋友們，你們聽得懂嗎？你在講我啦！無為契約，我聽不懂啊！你問的沒有為據，無為契約，哇，康啊！我無為契約啊！無為契約裏面的康公，我來治療你，我咧賴妹啊！啊對啊，你就是這個，就是那種非常的裝逼哦，裝逼啊，裝逼的那種啊，裝逼，就是那種蓋人品功啊，真的多了，真好啊，三個字，三個字，哦，就是那種人品功那種亂嘢的這種啊，你在講什麼啊？什麼嘞？什麼的？哎呦喂，就是那種活力的，但是他其實不怎麼樣的咩，就是那種破壞人啊，是什麼嘞？他是什麼嘞？就是那種，哎呀，起不來。第二個字是人體的一個器官啊，器官啊，你臉上的東西啊，臉上的東西 ，no，鼻子，不是，眼睛，你眼睛，你是個做咩？眼睛，第二個字是第二個字是你的感官，你的器官，第二個字是眼 ，no，是睛，不是，哦，眼，你是個豬啊！你在搞我聽不懂嘅，你是亞之王咩？啊，你是亞之王咩？啊，之王，你是什麼野人呢？第三個字是什麼啊？啊，是吧？我你這都猜不出來，要不然我怎麼給你形容？喂，你趕緊的呀！第三個字，哎呦，第三個字是什麼啊？一種早餐呢？早餐，粉啊， no，麵啊，餃子，不，包子，啊，包子，第一個字，哦，醒面包啊！哎呀，你個兩個字，你惡心到我啦！什麼意思啊？恐愛啊，喵啊，腦啊，腦是麼的咯？這是什麼啊？這是動作啊，裝備，賣萌。